受到进前风台的影响，加上这几天连续落雨，苗栗县火焰山的山路伫咧1.5公里的所在发生大规模的崩塌。林业署新德分署为着依护民众的安全，已经有发公告，请民众暂时唔通入去。也那台中大溪的登山步道，嘛有边坡的石头落落来，其中以6号崩塌的情形是较严重。目前这个路段是已经封起来，禁止通行。虽然最近天气无稳定，嘛是有民众趁着放假无落雨的时间，到苗栗火焰山爬山。不过，行到风景上好的翕相点，却发现步道1.5公里处已经游起封锁线。原来是因为发生大规模的崩山，为了避免危险，步道暂时封起来。4号晚上那天崩了，5号通知说这个路不能过了。都1.48，我们一个山友，他每天很早，对，就走这边，他就跟我回报说，这个路已经很严重，他们不能过了。就暂时开临时的登山路段给山友这样。火焰山登山协会表示，因为进前连续2个风台影响，佮再加上最近连续几天拢落大雨，造成迄个地点发生大规模的崩山。当地登山协会临时开另外一个通道。互山友会使驶过崩山的所在，目前林业署新地的分署已经公告暂时卖入去。另外，伫咧台中大溪登山步道，有几啊位因为大雨造成毁损。6号登山步道受损路段现况较为严重，经评估将会影响民众登山安全。目前已封闭0.8K 至0.9K 路段。台中市风管处表示。6号步道路基老实的路段状况较严重，已经暂时封起来，呼吁民众唔好走入去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另外，2号步道0.6公里，也有1.1公里2个所在，有边坡土石落来，也有栈道歪出情形，会来委托技术工会现勘判断步道的安全性。如果有必要，嘛会甲2号步道封起来。记者苗栗台中综合报道。